教士团后上太上宫，迎发太家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图书中阿中古江海老后上人大在鼓励，请问大家台湾部所来有好无啊？根据新加坡最新的研究，看得到，迄讲的迄做上课来学生的上课家下就会无神气去上课，鼓励学习的效果咪会下差。韩国的也下当然，所以目前会教书记的教天咯，教到三更无半夜，反正嘅变到所以都猪猪哦。基本上有6個後生人，我留大家向下來分享，到底佢哋平常時所來有好無啊？中上來分享。最近老師介紹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水母嘅時間同好用屁股抱嘿嘿，抱到衝從包機阿子怡。要破繭而出了，是不是？一下已經係用藥嘅咧，因為用藥上來真安家。唔跳窗就莫窗，哎呀！我本來100幾飛啦。冇時間嚟，冇時間。所以留一個時間都阿自己充公業。KTV 時間。KTV 時間。KTV。另外那個會員服務，好不好？會員幫我們那個會員按讚，好，都得哈。第一首係叫做阿路易。大家好，我係呢個 KTV 跳呀唱歌勁聲勁水嘅阿路易。勁聲誒，勁聲又勁勁聲勁帥，哎，這東西還做得帥。牛肉麵，水餃，咁樣嚟衰，評論嚟衰。用在最多啊，最搖嘅行做在臀嗰邊啊。太奇怪嘅嘢。第3集攞所以叫做阿比。大家好，我係大學時期上到愛按做紅蟲，超動感酷嘅比。太學應該係300年前嘅事情。我記喺講太學愛按做紅蟲，貴種、高種都唔是啊，係冇。唔記得高種嘅事情嘅。第4集攞所以叫做阿卷勇。大家好，我係會睇民眾向警告司機嘅警款影片，看到半夜1點嘅警用阿娟妹，很自律誒。1點地平上只要人好，警款看，剩下3秒鐘，一點，用背真好。習慣你順動好。大家好，然後所以叫做阿尊名。大家好，我係遼寧嘅世界造風，冇希望遼寧攏提嘅水母嘅尊名。了解做風，一般應該做唔到。所以media上人就會做唔到嘅上，做到阿比倫。大家好，係遼寧嘅時間咧，睡夢咧睡到貴日咧，嗰日咧係平常時只睡6點鐘嘅理論。平常睡6點啊？睡唔到6點鐘，睡唔到。因為佢喺做空中比人，就會比來比去。假時間我上下來，留到嘅比人幾當空當衰。唔過真嘅啊，唔知大家平常時睡嚟如何冇？韓國也下韓啲嘅讀書嘅大學生咧，都帶記得樣板起來面對平常時嘅睡夢嘅時間咧。韓國也下先看一段影片，等下再來繼續嚟大家向下嚟討論了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睇上個嘅調查員嚟㗎。哇，大家呢來上課呐，英語之中呢最重要嘅事情係乜嘅呢？等下我先來問一下志忠好咧。志忠，你知道呢英語之中最重要嘅事情係乜嘅啊？食飯還有咧，用語還有咧，最重要當然就係睡夢充夢啊！英語請24點鐘，韓國呢你愛做條都做8點鐘，韓國8點鐘 Q 睇以後要16點鐘，16點鐘愛換做8點鐘，自由時間8點鐘要嚟睡夢。所有嘅大學生唔啲人哋嘅自由時間較多，又係睡夢嘅時間較多呢。我相信睇時間應該都唔反對睡夢嗬。唔過你行喺度嚟調查一下，看一下所有嘅大學生記得啲上乜嘅咯。啊，條伊咧喺入邊看起來真空中嘅同學。佢請問一下，你平常時都睡幾點鐘呢？睡幾點鐘？係啊，每天就睡多一點去，差唔多8點鐘。你等下看起來要8點鐘。出邊睡冇睡冇。好，睡到嗡，差唔多6點鐘。應該講早晨8點空床嘅話，6點鐘係正確嘅時間。不過係時常冇去上課，所以估數差唔多可能要8點鐘。時常冇去上課，早啲講係冇。就可能睡到動作深一點，估數他的睡眠時間是蠻充足的。告訴入邊同學。2點鐘。5點
钟听听。但是我上课会睡着，所以也算是有睡饱。假咁衰。跟你聊平常时睡梦的时间有嘛个睡觉的癖好？我的脚一定要包在棉被里面，都不得露出来这样子，对对，不能让人家看到这样。所以你不能就是盖那种很小被子，对，就是感觉会被抓紧的感觉。哦，有可能，那你要小心了哦。好像太像，我喜欢侧睡比较像，而且我要侧左边。侧左边，是说这边吗？右边，右边。快到唔掂嘅時間，接下來係有幾集聽眾會出現的東西。我以為家就是從細到大，南到大概就是小貝貝，而且我就很關注小朋友啊，因為我剛好回台北，就你巡演，你巡演呢？對啊。但是重點是你保存很好哎，我喜歡。好喎，CP 嘅同學 B。因為蠻乾淨的，20年的話，就是將業績同業績都會洗的。但係啱咩特擺咗我讓我做起洗，它就是孔皮咯，孔皮來，因為洗狗的墨又該，對對對對。所以其實媽媽是強逼要把它拿去洗。對，媽媽辛苦哎。燈要全關，然後要一隻腳露在外面，一隻腳露在外面，不能用底腳，因為會通風。哦，冬天就會露手出來，就是手要這樣子，然後腳就不用通風了，會有一種很乖巧的那種安詳，就覺得自己很像一個就是小寶寶。晚安，馬卡巴卡。講到睡過頭，細寶 B 還有你發波。就是我之前有介紹他一個鬧鐘，就是要起床要算數學的鬧鐘，對，要算完它就會清醒的。稍後來入邊同學，我講幾個睡過頭的故事。有一次就是要跟朋友出去逛街，然後就是那個時候就是睡過頭，然後我就有點緊張，因為會有負罪感，然後我就開始想說我要怎麼跟他講，然後呢我就想說，還是我跟他說我生病了。然後好像找個借口，對，我就打電話跟他說，我今天有點不舒服，還是我們下次再約。然後他就說，哦，沒關係，沒關係。然後結果就遭報應，然後就確診了。好，咪係我講法了。前面讓我來好好表揚一下入邊同學。其實我睇要睡8點鐘，因為我係一個同學睡冇經驗，我會做我基本嘅會做嘅事情，假使冇做貼，就天公應只有成長講。如果睡冇聽錯愛出錯嘅錯冇？對我嚟講，當重要。當重要。你平常時啊都係聽差唔多幾多隻嘅鬧鐘？一隻就哄床。哦，一隻就哄床。以前床嗎？唔會呢。哇，咁厲害耶！因為我出上，我當年都有睡飽啊，因為我現在沒有早8的課，但是還是會大概7點多或大概8點就起床。今日真好用。哇，唐帥嘅時候要太好上嘅分享，看起來無論金無閒吼，記到都動珠蔥呀水冇時間沖冇啊！唔知旁邊嘅好上嘅飲料係咩咩愛用呢？水冇係咩動蔥用呢？一下咪唐太自家嘅分享咯。歡迎大家到咗係上台上個節目現場，上一段嚇家下嘅樣片地圖，看到一下聽到太學生咧，佢哋用緊嚟面對自家睡夢嘅時間，係用緊睡夢家下要乜嘅空空缺缺，一天我做嘅多嘅時候，比如用我男定洗屁股，哦，從細到睇家下嘅咋同學嚇，佢冇 keep 嘅。因為佢要寫，做唔寫，小貝貝，冇貼，係佢冇偏嚴重嘅。醫生也唔寫，係乜糊貼吧？佢真係糊嘅。有人就會給小貝貝睡到佢就面係啲咯，當時就存一個嘅天天沒做嘅，嚇幾種人。我真嘅問題啊講，就嘅特殊嘅嚇，即係講從小學到大學，可能小學有啲唔記得，乜唔怕，唔講人唔係陳皮係記得嚇。至於特殊嘅嚇，我做空床。糖都會做紅，唔會點添。真係會點添，真係動間苦。雖然我係阿姊，唔過我唔係嘅，我嘅記憶動好，記材動好，好從一啲嘅層面強用。因為我印象太深刻咧，我以前就會透過戲劇學嘢嘛，跟我係過小5年生，跟我是12歲嘅時節，就帶啲學校地背度，跟我是學校就幾天講，你愛喺啲宿舍地背度啊，早上5點愛紅茶。周邊很肉點，真係5點紅床，韓國5點紅床過後呢，你就會練過去大傾到阿乜嘅，跟住你用是宿舍嘅先生叫佢空口，就會給佢樸素嘅東神氣，就會給大概5點嘅時間。
当准时哦，佢就會變贏哦。講是最時行嘅贏哦，就係 SHE 嘅 Superstar。講是嘅劍彈槍會搭配歌曲啊，佢係用嘅棍誒，就見曲呢個模樣，真係會嚇到。但係我聽到嘅人係點？就抽獎啊！我就抽獎就嚇起來，都一下睇了後出社會，我係有陰影，因為係因為有段時間我行啲路況，行死去對唔對？一條歌曲嘅 T 機燒酒果香，一心痛嘅成日就會按我行到，會抽獎到。唱到歌詞就會想到。冇錯。你去嘅 KTV 上嘅水母嘅時間，就就係歌曲。唔講，因為後來都會太好嘅時間，就你就做嚟現扣嘛，我就唔實現嗰種早晨8點嘛，我就會盡量睡到吃眼下。唔講前提係我咩係嗰種當乖寶寶，像家下最迷一位同學咁樣。那係嘅早晨8點係我當做一個欣賞，當好嘅開發，我就算去爬，我都會爬到高神。高神水木。先唔用 SHE， 用牌咩爬落去啦？係冇唔錯。唔錯，喺講嘅欣賞係咪點名嘅？佢清楚用牌咩爬？誒真嘅，那我會扣分啊，見過啊，乜嘅？沒關係啊，你下唔是人哈，你要幫自己打分數，幫自己人。你係100分。好，謝謝。阿娟用來講下頭擺讀書嘅計下，聽講你係帶學校堂權，竟然會蠻多嘛？我行喺妹啊，我過小到嗰種嘅學校裡路卡都過權，差唔多5分鐘就會到嘅。哇！跟住就反而變咗落嘅，最容易蠻多。唔過係冇錯，唔過睇下唔好留到係一權就會越做到唔係，唔就越蠻多。係，嗰時間我哋先生還會調查咗，一張夜晚人遲到最多最多嘅都係喺。就係你。冇，都係喺好個副權嘅。3分鐘嘅。3分鐘，我係5分鐘嘅，對對。錯。行到嗰時間，啲高管都會企喺門口，會罵人啊，都用按做到，按慢到。按做唔得啊！你係小男人，按做到哦，人家都10點按做哦。你就會罵人話按慢到，按眼就會調時咧，7人就做得曬那一下咩，就會講哦，眼夜視來都是會痛哦。不是用夜視就來了。冇啦，高中嘅時間，用眼神有可能啊。係高管就加你去教室安尼。誒，寫嚟無效。寫嚟都冇辦法咧。又喺講嘅大夫權要行咗嚟睡到豬，唔過有人愛複查病計下，就做唔得睡到豬。真嘅冇錯啊！高中嘅時間，因為我高中喺套苗栗市，跟我自己喺鄉下喺條路隔壁啦。不過我加上我去副公差，跟公差5點半左右來，嗰時候咧我加上可能4點半左右行，5點鐘嘛冇，嗱嗰樣時當天沒，嗰樣時頭那麼有個自然講，嗰個早上要起來洗動啊，自己頭那，嗰時候好想啊！嗰個因為我喺嗰樣時喺遲到嘅話，高管就會見嘛見過啊，呀嘛，嗰時候嗰樣時就特定就當準時，通常咩唔會知道當缺呀嘛個，因為你就唔係冇輔導，騙你咩唔會聽書，嗰時候嗰樣時當然就要按做好。但係冇輔導就冇辦法。係做冇辦法去嘅，因為冇查。係冇查嘅，都錯唔到啊！除非錯幾樣。算係準查啦。算係準。唔係，其實喺本體格錯，唔係全部做學生嘅。因為唔可以帶學校落衝擊自己。佢冇本係。係假設喺比講講啊，都太學嘅以後呢，我就會開睡到吃眼香，因為我就唔會先加有天時樣品講8點。係被受考，係被受考，所以當到8點嘅啊。喺我即個先，我就唔，除非喺講一天有安排到8點嘅課，我樣辦樣，我就會喊人推我點名。唔好見少人一定冇錯講啊！冇咧。喺這隻唔有上線沒有？唔講向將無戲唔會俾人當掉咧。係啊。嗰時候我分一班，係推點人一班，無戲一班。現在歐北教哦，做唔得安尼。有人會知道講喺寒天，一講冷天家下嗬跳冷，嗰時候就好唔起來，因為天應該係唔愛嘛。誒阿尊名無力嘅困擾。全球話寒天嗰日冇風潮嘛，我對我嚟講係睇學生嘅時期。不過某個季節都好唔起來，一天又唔盼得離開冷氣啦，寒天又離唔開皮骨啦，你上到空床又可以上幾日嘅課，我真是躲唔掉。同學所以就錯嘅。上課還真是好唔起來。
啊，不過有其他例外哦，迄假使講聽你愛去落不了校外教學嘛，係運動費啊，種開發種，都好高，係就要過跳啊前你水唔落高哦，睇緊呢個樣你見人啦，仲超無水木，仲多水木，跳我水唔聽，因為像我準備嘛跟人打低好公司啊呢，我做本啲咩係呢？我了解嘅動跳，而家係小學生嚟㗎，有這些人打啊，咁樣啦，其他省嚟咩唱小學生嘅咁樣嗬。成個嘅部分係冇唔錯，不過正經請觀眾朋友們想下，唔多帶前安部為下做衰一下廿歲嘅人咧，等下轉來繼續落大家向下來分享了。翻嚟到後生地下位，唔知大家偏向於誰來要好麼啊？今日嚟啦，大家分享3屆啦，誰木要關界下位了。第一屆睡覺，誰木。日時頭假比係實體多啊，嘅暗部頭是午時睡木。第二屆睡着了，睡踢，一當天嘅旁地坐下去是睡踢的。第三屆還沒睡，還忙睡，佢根本嘅係報告。做完部冇看到3更半日，還忙晒。唔知大家好唔好忙？閒擺是做得用到咯，長累了。歡迎大家走到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，喺上一堂嚟看睇人哋大學生嘅調查，個發現到當到大學生先見嗬，一種面600樣人，故所睇家嘅衰木嘅時間咩無窮樣。其實見見嗬，私人人類行為一般嘅期間咩發現到，喺講基本有一群嘅大學生做調查發現到，其中喺講有一上場阿自己個佢可能一禮拜有4年5年做早晨8點去上課，呢一種嘅學生，佢嘅呢一種人咧。電到佢係水木品質變到唔好，因為佢可能按不一樣，老太家享用時間水木嘛，攀點水木，嚇，老太家就日睡。唔過如果做行，故所咧，其實呢一種學生嘅佢一叫過後，佢嘅表現會越來越差，佢可能學習嘅能力會變下差，因為佢冇水啦嘛，要冇水就嘅睡眠嘅品質又唔好，故所呢一種學生嘅可能佢甚至會見來見唔好，可能大家好，故所提醒大家哈，那早8課盡量不要選就不要選。為了身體健康着想。其實好像點多，期望睇架，睇架他做得衰啦。假咪頭擺做學生嘅下要做衰夢。我就會按用做8點嘅風從，從國小到大學都係按用。我就想講，我就係啊，我就想講，那時當做得吃油，我那時風從就那時。我講按水果啦。係啊，因為我這個也係同校原從嘅嘢，好，故說其實。大家早晨都係捱不卡人，係捱風蟲哦。一直到大學，係捱中信哦，捱到畢業的。嗰陣你係 mother baby 哦。以前係啊。嗰個佢咩唔是實聽自己亂種鬧種，因為驚不卡人就會驚亂種。你媽還會標聲就唔係，我媽媽標嘅係 I love you，I love you。我講到亂種，講到鬧種。嚇，家下嘅咩有看到一個有人會一隻鬧鐘嘅就響，有人會可能實聽10個隻，咩唔會響，哦，亮，結果佢室友就老是吵響咧。嘅阿錄影頭擺喺暗用型嘅。啊，就係嗰種頭痛鬧鐘嘅嘢，我哋話嘅阿 V 佢用當好原床係嘛，當好原床，因為頭擺讀書嘅時間好唔起來啊，嗰時候嗌嘅鬧鐘啊就會設定對嘅。提早半點鐘就開始響，但是要有半點鐘嘅時間，本來嘅身體慢慢的分享，準備來放鬆。但是我冇呢半點鐘，係咪？接當家我放鬆，我要出來幾日都當唔順咧。係用 SH 歌曲，我用失敗，真係放鬆。係真嘅，我講行緊好衰哦。我用幾隻準時吧？幾隻準時？係啊，嗰種我要我大概都當好。半點鐘我就做得咧，嗰時候我嘅習慣真係當好。咩時候我咪會控制啊？係啊，控制到都嘅半點鐘幾多。咩做得？因為佢下有模樣向到拍上嘅。係啊。喺冇唱嗰種吼嘅實聽鬧鐘啊，結果都係半點鐘過後，即個冇響，順風亦都響嘅。
以前就会按用。还说啥时间？阿姨很爱。红虫的红人，个脑中像我东久的你做哪个？那慢半点钟啊，身体蛮分享，然后慢慢的来。我糖度开始酸半点钟。应该这种可能超过，因为糖度当酸准啊。如果你啊，迄唔係，其實迄前一暗晡吼，大家聽壓水係冇。不過我問大家講，唔知講係他做就水冇嘅人，也係講壓3講無班，也可能到3點4點，也閒忙水做也冇嘅嗰種人阿娟用。我算係暗公調，其實我差唔多暗頭11點就會去到民眾吼，唔過呢，係就會警告司機嘅，健康樣片追劇有冇？看到真嘅一點。看司機嘅時間過緊嘅。過緊，我就想講好，看睇廿10，我就會睡冇咧，冇就繼續看下去。過一些了。過一些就哦冇。繼續看，下注一定要。結果你就留幾歲去都看睇咧，還忙衰。嘅阿志，唔知講係算係做康做衰嘅種嘢講。大到我3講無班也問。當然唔係，我就係傳說中嘅咋客家野怪，啾。超新嘅。因為我野下嘅條路就會自由工作，知嘛？就係我喺工作嘅時間係非常彈性，我都會自己安排。當然，做啲自己安排，我就會睡到本期睡到飽啊，係睡到吃眼下。從野下那係冇力量，係冇乜嘅發通主持，我動作風重嘅話，我就按部條咩係見溜書記啊，見看電視劇啊，嘅今日嘅條路嘅嗌錄音，一天會本期安排到下晝1點。哇！睡飽嘅張戲，冇唔錯，睡飽嘅張戲，愛用上改張會較好談嘛。係啊。嘅講法嘅思路咪唔會亂。唔錯。喺講你係肯冇睡飽去講法，另外自家講嘛，梗係就唔。真係愛用父母咁樣有條理，係冇，真係要做嘢啊。係，唔過其實都按到遮口啦。真係啦，冇辦法。唔過公司睇法真係，從一下開彈性嘅方案，一定會睡到飽，就會很重。咁樣去順沙建議睡得早。係當下晝2點要按到早。是 brunch。要按到咩？係坐船，一天的第一餐就是坐船，不管係幾多點。嘅阿尊命有兩種困擾冇個，你下廿歲講，一下做歲就做得。我其實過後做空，要過後睡下動作吃很像，有幾個矛盾，我嚟解釋一下。你係雙魚座係冇？Hello， 你有啥奇怪啊？因為佢也係啊，你係雙魚座。好，所以唔係嘛，唔係乜有時間好做，有時間過後睡飽咧。你阿嘅唔會本太講煙錢太飛。係啊。就迄假是咁樣上課，迄有機會睡到動作方，就感覺哇，即個穿到嘅，睡飽嘅，哦，唔是上課。迄假是了你嘅話，就個希望個做嘅時候，因為即個嘅安尼嘅用了嘅時間有個長嘅感覺啦。你講食材方嚟，感覺水母真是會花時間，冇做沙巴去8個嚟，一度點鐘都唔驚嘅咧。有常識可能幫唔佢。我啲呢種感覺，就係冇想喺上課嘅感覺，因為你上課嘅，而家講上班嘅，廿嘅時間唔係廿嘅時間。你講做空，我的時間就被學校嘅拿走。廿嘅生意唔係廿嘅生意。你講嘅了解嗬，冇下做空，有時做係通水通到晏久，因時間本來通提起嘅，我有呢種嘅感覺嘅唔過真嘅係呢種嚇譬如講有啲人可能見來見20歲過後，佢會變到慣勢。韓國佢會改唔過嚟，然後當以後當行有個名稱叫睡眠相位後遺症候群，即係講睡眠嘅時間見來見病後嘅症候群，佢電到變咗佢反正嘅概念。有時差，有時差嘅。因為多 help 會調唔過來哦，就變成他真的有時差，而且不只是你睡眠嘅時間見來見病後，你空床嘅時間咪會見來見病後，會變咗按樣人嘅生理嘅時鐘調唔過來，喺個顯佢更要黑做空，佢空唔起來，如果有按種嘅感覺，唔過真嘅嘅阿路伊。從細老母母卡嘅做風做水，你下咁強用係。我真見到你下路強用咧，因為我從細喺老嘅阿太，阿太真係啲懂路嘅人，老人家路懂做水務。5點做水務。5點。不過有冇都差唔多9點就水。阿婆7點就水務。很早。又係比佢早。不過我哋下冇按做到9點，我哋下差唔多12點鐘，我就開始就木組就會幫唔開咧。因為有啲人係嗰種。
讲嘅安补条较好上事情，嘅事业较掂嘅，较好上。夜阑人静啊，嘿，走条路嘛嘅。无伢顺风给他压拐啊。俺冇口用，俺冇法突冲你按用，俺都是你讲啊，就一听而衰。不过俺做得做红起来，做些给你，俺系按用你。哇，都俩他很周在，很周在。跟前讲3点红场。太多，哇，有嘅做跳舞嘅就要3點半就要紅場，咪做點嘅。喺講嘅市場紅做勢咩係啊？3點半就做。佢把嘅市場我係紅場，咁可能3點。咁都呀，大家都睇嘅出沙飛嘅，唔止大家都呀嚇，係出沙飛過向人嘅衰末嘅時間。有調整過嘛？還像我剛剛講的，你已經有睡眠相位後遺症候群，然後就半夜喊睡唔得，吼熱死條3點4點7、8點好唔起來嘅，阿 V 有安尼冇？像我就係下晝條3點到6點，冇啦，下晝條3點爭做啲，爭做些啦，爭做些。因為做沙飛嘅下係自由工作者。然後要開一間音樂公司，假使有客戶有安呢，有音樂愛做，我就會安排自家差唔多下晝3點到6點，一時間做啲做。你這樣做些3點做？係做啲之後就做啲去看電影、玩街啊，還係約會啊乜嘅。好，不過後來我去高中教音樂創作，就搭隻禮拜一。禮拜四、禮拜五都要8點嘅課程，做8點嘅課程，係咁樣是，我就是說也係人生一個無窮嘅挑戰，哦，我就冇需要人生嘅挑戰。6點愛紅蟲，哦，6點，如果其實我嘅課係動珠就結束咧，係嗰個動珠以後，我就做一歲木嘅，做一歲木，有時你從大一班，動珠做一歲到幾多？歲到一條3，係差唔多。好蠻久嘅，但阿黑亞就50歲啊。難怪佢按補條就是壓歲。所以我就辭職了。因為我唔得，我相信一定會就。有點沉迷，按我身體切都會按呢。嘅阿 V 論，唔敢撩下上班，唔是做行。係做撩你嘅時間啦，嗬，就睡到動珠。唔過呢，平常時上班嘅時間呢，只有睡5、6點鐘，天。做埋嗰樣應該唔攀得睡夢。我特別要下晝5點半下班，我做本期比講可能都半夜2、3點鐘睡，我只有當床嘅時間，8、9點鐘，但係做去看電影啊，去食飯啊，乜嘅，因為我當唔攀得睡，你做乜冇？因為睡起來就強過你咧。因為強過你咧，反而就高睡啊！係啊，做當唔攀得睡。一年就按用過。係這樣就過去嘅，古種係就會犧牲睡眠時間。係啊，哎呦，按你犧牲過後，會不會去改恐片咩犧牲？我知道有一些咧。不過真嘅要請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知道咧睡眠嘅品質，然後人嘅飲食，然後人嘅生活嘅習慣有乜嘅關係咧？等下再來繼續來大家傾下嚟討論了。我之前有一個 APP 係按用就係你紅蟲愛。有，差不多100下。什麼題？還有你就像了，那有用一開始嘅樣片底度沒有啊，跟我們像噶哈，給這種正經還給我也不會咋算式哦，但是很簡單的，就是3加5加7加9等於多少？你聽下算式了，張會題。哦，給你用上面就會刪掉哎。會點唄，一定會算到準音。好，謝謝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現場，喺上台正經有大家講到動盪，比如講像係特殊嘅間嚇，韓國人自家有買困擾，韓國嘅其實有動盪人講，喺講睡夢之前嗬，實在太多20條食用到嘅咖啡因嘅東西，比如講像係茶啊，像係咖啡啊，像係動盪呢一種嘅東西，你阿補條都睡唔落覺。唔知道對你來講，呢一種咁油嚇、咁正經，唔定日生活正經嘅，我不按喺講你係反啲嘅嘅阿路。我知道完全冇好，因為我自己當沖睡夢嘅人，因為我睡夢一天要睡到超過8點鐘按叫。我朋友俾我
人讲啊，头摆吐出的时间就讲哦，你是个无个咖啡啊，还是个蛮牛啊？你就对嘿，就对挑呀吐出，俺无法吐呢。韩国个头摆没好长的时间没落去个 KTV 唱歌唱挑呀没，俺到11点嘛就会动上来睡梦的。我俺朋友就来讲，个你个身体个机制啊，会帮你吃东西的时间唔会上睡梦，他就很爱吃苦。就健身。会吗？嘿，我老人讲，我就去贴一张对个 KTV 冇喝酒、吃东西、健身、健睡嘅人。对做一点都很做得睡不？很正嘅，就一定会睡就睡。等下就去嘅唱歌嘅，我就看阿路伊家最好都係食幾種東西。我講真件做得咯。水餃啊、煙腸啊、跟牛肉麵全部食落去，看很衰對冇？牛肉麵做唔係嘅水嘅要講過，面會對屁講出來。嘅乾的就做得，糟嘅就做得。跟牛肉。可能破的啦。唔過真件啊，如果要動到人水木家下有自家動到嘅怪癖啦，像講有人水木家下睡啊，就開始會想起來會打人啊。有人水木家下可能一天會東西會不係講，跟係冇。有人水木家下一天會男人自家屁股也係整條，有人水木家下可能一天會先做乜嘅儀式，當做係水木，跟大家來分享下自家水木家下有乜嘅一天會做到嘅事，因為講經常看到人哋水木事做，你會很奇怪啊，阿 B。俺黑不合吧？哦，没有了，没有。俺睡梦之前，气喘不好。俺睡梦之前听说会弹忧伤书，弹咧这样哎呦讲就动上睡梦咧。啊，韩国人我一个习惯就是俺因为这个世界有不合。故說以前就講愛打節水，故說第一下睇咧還唔會打節水，唔管係真薯片還係做薯片，韓國人我一個習慣就係因為愛動物暈床嘛，所以講愛會去食飯做改片水木。唔係，就是按依嘅論種，嘅論種係同一種啦，係韓國戲，係韓嘅多冇，係會韓國戲，嘅藝嘅數據係會10天6個目標用時間嘅論種，啊用就做得用動安全咧，因為嘅用時藝有各種嘅做8點嘅課程係。壓力動態。有經驗嗎？他擺就不用枕頭貼呢，嗰跟亂總頭嘅片，我做你相機。其實我最近有一個 APP 係按用就係你紅蟲愛。經驗。差不多100下。怎麼停？哦。你就像的辛苦。那有用一開始嘅樣片地圖沒有啊，講像噶哈，給這種自己還給我不應咋算式哦，但是很簡單的，就是3加5加7加9等於多少？你聽下算出來，怎麼停？哦。跟那種上面就會刪掉哎。會點唄？一定要算到準嘅。15。好，謝謝。咩？你算唔出來咩唔怕？即係話 APP 刪剔幾多年？但係最後。好啦，跟兒子既然要來回答問題，就問你這個水木家下有乜嘅事情一定會做到？喺個冇愛人做，我就睡唔落覺。我睡木一定會無所索。哦，跟住就帶定嘅木愛咩就好。木愛有一些工都做唔得，就連乜嘅我非常學吧，就連嘅人去叫也在顯示去嘛，就人去當位下幾度土啊，係乜嘅，我就睡木實實。我都感受得到，因為我有做過實驗，就嗰種事，我就冇實實，跟我時候你就傾，就我啱補條位同學啦，有嗰個講啦，跟住叫做傾，哦，要講喎，我完全感受到我冇實，要開。冇開，我全部都。嗰啲名牌。第六感。我真係看得到，大家都唔熟悉。韓國還有你那個眼皮包。哎，好像是。你應該有可能係閉不起來呀，眼睛閉合不完就塗上去了。就是其實你要有用。哎呀。我們就很閉。他沒有那個形象哎。
我嘛听你点係問嘅咧，就是我水母嘅時愛同好嗰啲種動態涼嘅皮骨，就算我去甲動細隻，唔過嗰皮骨一天去動態涼，係因為我將我嘅腳啊，還有我嘅規身全部包起起，還我一天有一隻重點，就係你下背也隻匍匐，一天拗轉來，哎呦，包起來，這樣會本人來，乜嘢會來？我唔講，叫佢來咩來唔到？哎呦，冇叫。其實就算包起來，我叫咩？哎呦，叫起來嘅嚇。韓國呢，我水母嘅時候唔難聽，我叫愛用包起來，身體用包起來，我咩都好改到鴉片，就我冇做開到天天全部愛用。係，你知道有講你因為冇攞嘅皮骨都冇，我是愛用較有安全感。有一種胎啊，好像有一種夾骨誒，你知道佢哋係儲起來，你就要跑到底胎。哦，佢係屬於殯儀館嘅時間，唔係像那個露營嘅水台，哎呦，俺有聽到，真係用嘅水道好水袋，韓國水道後來呢，就上一時我係故意上演包起來，就像個重包腔一樣，我真係懂好愛用。你每天都要上演那個破繭而出，當年說完的破繭，那邊有壓，每天都是重生日。你好有文學氣質，我就會說每天都上演屍袋。我講真嘅啦，cái阿孫娘即個水木家哈，有那度人講嘅嗰種怪癖，也講即個硬係即個習慣甜甜。我完全認同阿志，雙魚座。係嘛？喺水木嘅皮一定會夾下髒夾好夾嘛，叫慢慢忙起來。唔知係鹹水就會夾啊，水拉班有你們嚟食。因為講你們來然後咪細看家下嘅嘛恐怖片 content。係啊，又問你拉嚟上班，有創傷。係班友要踢皮。所以明年紅蟲就皮咗毛田係神好，就水母入水嘅段時間，一條忙後來，係呢，啊水係嚟做筍嚟，做筍嚟。喺你踢你毛係嘅，幾來啊幾來啊，係幾來嘅。順康有人來，幾有隻鬼來買啊！有個人終於裝沒有？我們一起去團購了。買個隻鬼。韓國阿尊名沒有這個一個睡眠小物誒。水母嘅時間一定會有，我一定會拎一粒枕頭，鹹水就係，啊上頭，我冇，就係鬧亂啦，就係鬧亂。係咩話？係啊，係那粒冇衝腰，有一定會給一粒，強一粒，二次元的，唔係係小貝貝，你係小枕頭，係小枕頭，啊嘛上頭裝唔得食哦，啊我唔看就感覺一鬼我做啊，就弄去傻咪，都忘記，啊我去上課嘛，我阿媽就會計條條拿一些，係鼓勵做人哋佢崩潰嚇，係咪錯啊？點解冇呢樣衰啊？我嗰個天啊，叫個醫生連個天用唔見嚟咧，肯定唔驚。係啊，我冇法度接受。個阿卷用人，這個水母家下有乜嘅習慣？我水母嘅時間咩係天父會全部切體，誒全部切體，全部灌體。如果我就冇辦法睡，唔過呢有一個例外，就係看睇恐怖片嘅時間。韓國建議可能我嘅老公要上夜班，冇靠冇人啊，係就會上到嘅恐怖嘅畫面，係就會開咧死天父，你就唔會定，就冇辦法睡啦。係啊，你可以自己對着旁邊唱雙人枕頭，好可怕，懂得開天父誒。有老公咩冇政策，就反而佢唔咩嘢老公。比如來講下，你這個水母有乜嘅習慣？我這個嘅習慣係，我水母嘅時間我食嘅儀式嘅，但係從我嘅研究所讀書嘅時候，這種養成的習慣，你們嘅用詞都喺到熟悉嘅地步啊，就會有個強下水母給你，沒有啦，就是室友啦。嗰所以有上時成發嘅時間冇強樣啊，可能睇下空床啊，水母嘅時間冇強樣，就會吵會有聲音啊，但係嗰個聲音都衰唔聽。嗰所以我嘅用詞從研究所到作品都一下，我這個一聲音衰，強樣沒有寫給你寫的。對，兩位糖都上。沒太好時間掌握，因為有室友嘛，你欣賞人帶佢話，一定會有冇佢用成班習慣。跟人家下七格水行一天會帶嘅，係啊嚇，習慣嘅，習慣。多嗰種懂安心、懂點心嘅素材，也一定要設定，冇設定嘅。跟你糖都上來發，就係有年。好，謝謝。好啦，觀眾朋友們想看水母家下有人設計有彈弓人順康嘅嘢，發生水母有那度神奇嘅事情呢？等下再來繼續來睇下，聽下來打嘴鼓了。所嗰邊嘅事嚟嗬，早晨嗬，一定嗬，
就会韩国嘅一部队起床的节目，迄个唔定他出沙飞哥，我也做过这个实验，我会调早晨6点哦，因为你永远的起床，我就会放起床号，在牙国嘅键盘，我不会，我就然后就动6动到部队起床，然后牙国就哈响了。欢迎大家都在后上台上讲的节目现场吼，你基本上讲的动作就係講自家有談到嘅，還有講自家嘅經驗。哦，頭擺從細漢教下讀書嘅教下，對水幕又水觸幕，還個早晨會講嘅起來嘛。唔過一下像大家嚟講，看自家有談過，一講自家身邊人就會發生講水幕係咪發生那啲空空轎轎、神神唧唧嘅事情，好嘛？阿 V。我有一個做音樂嘅朋哦，佢係寫來老眼強嘅。講嘅係就係你自家。沒有，真嘅唔係啊。其實你們相似。相鄰啦。等下就問出來啦。阿個佢就係水幕嘅世界，我才發現佢有一個粗布布係嘛？臭貝貝，就老比較強用。佢佢還會用粗布布。皮下水幕嘅世界，有一半係老啲，皮電水係愛牛嘅，牛嘅裝作啲水頭，真見咁奇怪。東涌係啊，冇咁樣嘅民族，啊東涌寫形容嘅，係，嗱我依個就係捱不卡嘅叫嘅阿 B， 嗬，佢有自家嘅叫嘅民族，還有自家嘅生態嘅。好，特別按不要佢愛水幕嘅世界，佢就會用佢嘅手腳啊，還有牙齒啊，塗民蟲，會正理啦。正理嘅世界就會按有，就種嗌到有點生要欠按有，正理唔好，正理唔好，唔過佢正理好些嘅世界，就會動從嘅往下去這樣入水，正件事啊。所以佢水幕嘅習慣，係。喺度唔講下嘅寵物嚇，越學會越老嘅主人越重要。古時候可能佢係學到唔咯，而且你平常時水幕教下咩按呢？冇，我水都懂電牙、點牙。有冇有影子啊？水幕，韓版牙都牙不卡裝嘅 GoPro 還有賣股。我們來做一個實境節目，看陳炳引用嘅水幕，就冇上癮。可能嘅新完全冇人會看哈。跟阿路嚟講，看你自家身邊人用扮演水幕嘅神奇嘅事情。同學時候，我有個朋友喺同學打籃球嘅，佢讀書嘅時間要講一個籃球嘅教吹，佢當時講爭一批嘅時間冇乜嘅經驗，嗰時候都冇機會上場打球嘅，有排聽人嘅教吹出去比賽嘅時間，佢就想講哦，我應該咩咁樣冇機會上場，嗰時候佢哋坐嘅冷板凳，等下嘅時間就想講佢睡一下，結果大家佢鬥動精彩嘅時間，教練我喊佢上場，喊唔上，喊冇上咪喊唔上，真嘅咁誇張呢。而且前日我爺講佢平常時意識條就是睡唔上嘅。我錯應該係前日嘅都冇睡夢。應該係隊友下那個唔係要睡夢，我幫佢上床。可能係呢。大家都跳唔好，千萬唔好幫佢上床。我真嘅假使有條人喺講嘅有這個嗜睡症，可能真係本身上要檢查。大家平常時喺講吼，平常要做嘅小課嘅檢查喺講，比如下晝坐定。也講讀書家下，看電電視家下，韓國視察，還講挺多風電家下，有因為按你短短的時間就會上水夢哦，可能這個已經開始有些症頭了。讀書唔呢？唔會，係視察都唔會上水。跟視察都唔一樣嘅，視察挺風電。視察，去吃通導航。嗱，啲老人驚記。因為以為按呢，唔過真嘅嗱，譬如可能平常都要去檢查下，自己會有按呢嗜睡症嘅症頭，唔係講，由於了嘅可能要去做一下檢查下，做早點治療哈，早點恢復正常的生活。給阿尊苗來講，他們平常是順風有哪度神奇嘅事情？左邊嘅時間有個林兵，因為左邊太陽攏水強啊嘛，8幾年10幾年強啊水，伊就唔點樣嚟，嗰種左邊壓力過大啦，所以冇說半夜哦，點嘅時間咯，長官好，會嚇到。
到哎。好多啊，所以我摔到一半会不空。一蹦蹦就超啊。唔係死唔係安尼，長官好，唔係安尼哦。長官好，安尼哦。你们要听错会太少。太敢都想哎。對啊，全部被黑箱啊，發生乜嘅事情啊？太敢沒講他喊用嗎？啊個喊會打輸嘅話，1、2、3、4安尼。哇，幾按認真哦。係啊。哦。可能人哋其實太敢嘛有壓力啦，會驚水果條會要集合啊，樣樣咧。也係冇很多長官好。人哋嘛會被黑箱啊，所以係一個周邊神奇嘅故事啊。啊，米安布攞安尼。米安布。米安布哦。米安布哦。真嘅。真是壓力個。因為你有做習慣係嘛？冇習慣。就會戴耳塞。聽錯哦，周邊聽錯。周邊會打靶，人哋會準備耳塞啊。喺講大家都點啊？做嗰邊嘅西來吼，早晨吼一定吼。就會韓國嘅一部隊起床嘅節目，喺個唔點下出沙飛過，我也做過這個實驗，我會調早晨6點哦，有一年，讓人起床，我就會放起床號，在牙國嘅檢風，黑毛杯，我就然後就動6動到部隊起床，牙國就嚇響了。推唔嘅2禮拜冇人嚟啦，香港就冇咁多嘅。當推唔干下不樣，因為牙哥哥係職業軍人，有上子，佢自家做安官嘅時間，有上子會很唔放鬆，我就一兩年我很唔放鬆，跳很唔放鬆。嘅阿比倫這個不卡度有那個整件事情。係這個也真係唔咩捱哦，喺捱得有隻背後嘅露台，佢有隻習慣從細開始吼，就喺呢佢睡夢嘅時間呢，佢愛認定夾尾嘅念頭，佢將所有念頭，因為做嘛，你夾尾去想下，有可能係講增強下來嘅時候，當做新年嘅新年咩，個新年可能就學到嘅習慣啊，就講新。你講第四漢家嘅口腔期冇滿。有可能，嗰時候幾樣事，佢就睡夢嘅時間就愛見呢夾尾念頭，將做怕睡夢，佢可能夾尾想講啊，嘅新年會睇啊，係冇錯最啱，所以新年會睇啊，佢睇嘅樣板呢，冇可能睇係變樣夾尾嘅念頭。撈到係同你呢邊。咩，嗰個樣板呢，佢夾尾做前度一張人工誒，其實嗰啲人工做趴趴熊啊，佢嘅香味嘅米啊，有隻圓圓糊嘅像米安嘅圓圓，嗰個叫做怪神圓嘅米安嘅水母。嗰時候比他多一下，大家是小貝貝咩，也係正條咩，叫做趴趴熊，所以嗰隻用做人工誒做圓定水母，都一下做行氣。佢似架啲啊，隻故事冇。佢頭擺佢當然唔係佢喺樣板邊都愛咩，不過佢做習慣咧，都有嗰隻趴趴熊。唔係啊，咩衝進喺個米嘅團體，唔係捱，先講唔係捱哦，跟米係團體係兩轉意，有團咧，真嘅，因為關西有個牽哈，有個小貝貝牽咁樣，嗰種嗰種嘅冇人知，冇人知就摔唔落高誒。嗰種真係乜一神奇啊！世界之大無奇不有。想我再講一下，唔係捱哦，捱啲好，唔係。特別強調，特別就係啊。有上次特別強調點到就會。你奇怪咯。阿志有談過那種神奇嘅事實。冇嘅，先係知道就係睡眠嘅模式，就後堂發真嘅係動重要嘅。冇唔錯，我用到成班冇。真嘅會，因為有啲時可能你前夜冇睡好，把天光夜條路啊，還係有啲時做事情就冇按順序嘛，尤其像阿比亞試菜啊，可能就會事唔好啊，會主動問一下嘛。古時候像捱切㗎，所以捱係講下講到捱係壓寡嘅，按部條就都唔好睡冇，就會動按這樣睡冇。唔過那係捱天光夜有動重要嘅法堂，我動作紅蟲係乜嘅，捱就會白切㗎。捱就會白切㗎，較早就會啲講白切㗎，中秋唔好衰。冇啦，捱白切㗎，較早就會放啲棉蟲，但係秋生捱係夢想嘅睡冇，捱睡唔落覺，唔過捱放啲棉蟲但係本切㗎經驗一下就睡眠嘅模式，係，但係呢，從有啲時真係冇辦法。就睡唔落覺，幾天講嘢要有非常嘅重要嘅法堂，愛主持啊，愛有精神啊，還個愛動專心啊，我就會呢，就算睡冇到4點鐘，我會動作放鬆，還會去到現場，我就會先買一筆動物嘅咖啡。動物嘅咖啡。韓國呢，我身體過後就會有幾種腎上腺就飆起來，因為我去到現場就會轉換成工作嘅模式。你知道佢當專業啦。冇錯啊，就會到現場就轉換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嚇。後來呢，嘅工作結束過後，我出去食無聊，寒天過後我會調拿湯，會胃痛，係當我問題就會來。佢真係研究按人緣太太。真嘅。千萬不要這樣，以後真係接送安尼吼，可能阿 V 可能去檢查一下，坦白吼。嘅阿 V 來講下，知道你啊睡夢人日常嘅生活，啲關聯都係啲哪片嘅？就係我知道有一個好嘅名蟲洞創業。
因为也講過嘅，嘿，我要上廣告嘅嘛。搬出去之後哦，我就買差唔多2萬元嘅。哦，哎，真係有差。好嘅名錯。做得你嘅體力，做得動腳就做得好了。皮膚係，還有就充電比較快。快充。真勁啊！還有就係我知道駕駛像自己強用，天公爺愛行卡做有條路啊，嘛嘅。你就做早晨去食 B 群哦，咖啡我也買東西嘅，按用就做得啦。係，啲嘅經營嘅想法，不過就係有錢可以做得到。什麼樣嘅建議？冇，那還是分期的。還可以分。至於一般阿軍用來講，可能製造啲水木2年以上嘅成分品質都係要買管理。比如我知道水木聽錯愛水喇叭，水唔拉嘅話，聽音樂佢嘅狀態就會唔好。所以喇叭水24點鐘啊。係。喇叭係冇用嘅，喇叭誒，唔講你睇下，有下咧都係水木以前都會搞數據嘅咩？就睇下講，安尼其實會影響到水木嘅品質，係咩上嘅櫃體也係唔好嘅習慣啊。冇錯，其實你下動到嘅醫院都有那種睡眠門診，對嘛？就我大家要講到動到你下睡眠嘅時間，見來見病係好嘅。佢去嗰個醫院門診上講，都帶用病去治療，因為啲下要動，比如像節律治療，就講你當你晚睡3點鐘，一次都唔要睡眠嘅雜時間，下係用咗固定嘅時間。有一講要做光照治療，本習慣嘅失調嘅成分，流暗不調嘅成分，還有睡眠還有動到唔會使嘅褪黑激素。不過你下條駕駛太駕真緊要啦，睡眠嘅問題，聽出喺基本線上來看來改善牙齒嘅生活品質，希望大家做到做水做風，保持身體康健。記得咯，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《後生太上宮》，要發太下宮，拜拜。牛舅舅冇好好睡覺冇咧，睡眠對人嘅身體有情緒影響動態，睡得好，做得本人還有精神有體力，咪做得促進身體代謝，提升機能。保養愛是按功夫，好好睡眠，才有可能一舉到久哦。